各位網友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係從呢個5兆開始啊，5兆開始到7兆，睇下有冇人講嘢啊？情況如何呢？情況如何啊？好，現在開始哈，往前啦啊！呢個係 LSB。呢度係5兆啊！呢度有一個信號源，但係唔知係天線問題呢，定係反正就冇人講嘢嘅。有個信號源，呢度5兆啊，湖州啊，5兆，整個5兆有冇收唔收到呢？咁可能係我天線問題啦。反正就冇人講嘢嘅。5兆啊，快速由5.0到6.0，好啦，嚟到呢度有個信號，都係冇人講嘢啊！呢度咧，好強嘅一個信號源，只係一個信號源，冇，繼續5兆啊，5.3。5.305都係嚟到啊！呢度有人玩摩斯電話啊，5.350嚟到5.35。好，繼續前行。呢度冇人講嘢啊！好啦，繼續前行嚟到5.4啦嚇。呢度有個信號源，4.1、5.419應該係呢度係一個信號源啫。繼續前行，而家係5兆嚇。好啦，去到5.5啦。呢度有一個信號源，冇，繼續。後邊基本上冇啦。5兆嘅。呢度好弱嘅一個5兆，繼續5兆啊，5兆嚟到5.8、5.9，呢度有一個
5.9一。呢度有一個信號源，不過就冇用嘅。5.9啦，繼續嚇。呢度應該係個商業電台嚟。5.965，呢度有個台啊。整個5兆就係得呢度收到有人講嘢嘅啫，係音樂商業電台。呢度應該係 AM 嚟㗎，唔係 LSB 啊。整個5兆就係得呢度。好，繼續前行。呢度2個啊，收到人聲嘅得2個，收到有人說話嘅只有2個哈，整個5兆。好了，繼續6.0啦哈，6.0。呢個勉強係有人講嘢嘅，6兆啦。啊，呢度有人講嘢，依家係6兆嚇。6兆稍微好啲啲咁多。好，繼續6.18。應該係天線嘅問題啊。好啦，繼續6兆。繼續6兆嚇，從5.0到6兆啦。呢度有一個好強嘅信號源。好，6兆呢度有一個信號源啊，6.445、446、447。天線問題，繼續4.5、6.5啦，喺6.5呢度有一個
冇用。6.6啦，嚟到6.6啦嚇，笑啊嚇，後邊全部空白，冇信號。OK， 好啦，6.7啦，6.7都冇啦。好，呢度有一個好強嘅信號源嚇，應該係6.9咯，呢個好強啊呢個。6.9 OK， 6.8 6.838 6.838呢度好強嘅一個信號源，應該係一個外星人嘅咯，宇宙信號背景微波啊。6.838啊，呢度非常之強嘅一個信號源。6.838，係咩信號源呢？咁外星人呢，梗係估計啫嚇。OK， 6.838記住佢 OK， 好強嘅信號源，而且好穩定嘅，非常穩定嘅。OK， 唔好理佢啦。6.838，好啦，嚟到6.9咯，6.9馬上就進入七兆啦嚇，七兆啦，馬上進入七兆。OK， 嚟到七兆開始咧就好，呢度7.0有一個信號，7.01啊，開始唔同啦。OK， 嚟到呢度咧就有人玩摩斯電碼㗎啦。OK， 7.4啊，7.5啦，7.5呢度係7.6啊，7.62 7.63 7.7，呢度有一個好強嘅信號源嚇，7.077，呢個亦都係外星人嘅信號嚟嘅啊，非常之強嘅信號。OK， 進入7.1啦嚇，7.1咯。7.133嚇，7.133嚇，OK， 好啦，繼續前行。繼續前行。嚟到OK， 呢個睇下天條嚇，天條 OK， 自動天條
OK。好，繼續前行嚇，繼續前行。嚟到7:147。好，繼續前行，嚟到7:162。7:162啊！繼續前行。7:18，嚟到7:2。OK。呢啲係商業電台嚟嘅嚇。呢啲係商業電台嚟嘅。OK。7:305。OK。呢啲都係商業電台嚟㗎啦，呢啲唔係愛好者嚟㗎，呢啲係做生意嘅。OK。呢度有一個好強嘅信號源嚇，應該係7.410。好啦，嚟到7.435。OK。一直嚟到7.5啊。7.5呢度有一個OK。好啦，今日嘅從5兆到7.5嘅掃描結束啊！能夠看到來到這裡都是超級粉絲啦，感謝你的收看啦，點個關注，下回更新不迷路，謝謝。